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下成人嘅7個學習過程。喺18歲到21歲左右，我哋嘅高等靈魂進駐我哋嘅身體。從呢個年齡開始，學習可以係一個邀請靈魂參與嘅過程。靈魂嘅參與，讓我哋嘅學習更加覺醒。就算大家上同一堂課，因為我哋對自己有清晰嘅了解，我哋可以選擇我所想吸收嘅，同我暫時唔需要吸收嘅。我哋可以開放自己去聆聽其他人嘅觀點，而最後我哋有空間去決定我哋贊成與否。成人嘅學習，只要注意到過程中讓靈魂參與，當然我哋可以繼續用書本、課本嚟到學習。不過同細路仔唔同嘅就係，我哋更加有能力作自我反省，所以我哋可以更主動咁樣從生命嘅經歷同埋際遇當中學習。今日嘅呢個短片，我哋就主要針對關於書本同埋課堂嘅學習嚟介紹。荷蘭人智學學者 Konrad van Houten 根據 Rudolf Steiner 嘅7個生命歷程為藍本，發展出成人而設嘅7個學習過程。佢提出，當我哋變成咗成人嘅時候，當我哋嘅高等靈魂已經能夠參與我哋學習過程嘅時候，我哋嘅學習模式就同細路仔嘅學習模式唔一樣啦。我哋仍然需要繼續學習，但係我哋唔一定要踏入學校，我哋唔一定需要由老師指導我哋學習。課堂可能更需要嘅係一個帶領者，引導大家走入呢個學習嘅過程。當我哋已經成熟，我哋可以帶住意識喺生活入面嘅經歷入面，以及喺生活碰到嘅資訊，包括新聞、書籍、短片、電影等等，將呢啲外在嘅資訊有選擇性咁樣納入我哋內在成長嘅養分。等我哋嚟睇下人智學嘅理解入面，7個生命歷程同7個成人學習過程之間有啲乜嘢關聯。第一個學習過程係呼吸。Konrad van Houten 比喻學習嘅第一個過程好似呼吸咁樣，我哋某程度上可以選擇響邊度呼吸，例如郊外同埋城市嘅呼吸就唔一樣啦。但係當我哋就身處於一個地方嘅時候，我哋冇辦法選擇淨係吸入氧氣嘅，我哋就係企喺呢度，將呢度嘅空氣吸入我哋個肺部，響肺部先至能夠進行選擇。學習過程嘅第一個過程係吸入，我哋將外在嘅資訊以我哋嘅感官吸入我哋嘅意識入面，而呢一個係一個開放嘅過程。我知道我哋唔係就等於呢一啲嘅資訊，但係我開放讓呢啲資訊進入我嘅意識，因為我知道我想從呢啲資訊入面取得一啲嘅養分。吸入嘅過程需要係開放嘅，毫無預設嘅。呢個過程好似瑜伽練習呼吸咁樣，我哋要有意識咁樣吸入，有意識咁樣呼出。喺學習嘅靈性層面入面，我哋需要喺學習之後瞓一覺。學習嘅時候就係吸入，瞓覺嘅時候就係呼出。醒返之後，你就會發現你可以喺尋日學到嘅嘢上面再建構一啲新嘅知識啦。所以喺我哋 Parenting Circle 入面，我哋建議大家喺 Circle 之前一日就將啲內容睇咗佢。而呢個瞓覺嘅過程呢，對於我哋消化內容係非常重要㗎。第二個過程係暖化。當外來嘅空氣或者食物進入到身體，第二個過程係溫度嘅交換。太凍嘅嘢會被我哋暖化，太熱嘅嘢會喺呢個過程入面慢慢降至同我哋體溫一樣嘅溫度。喺學習過程入面呢，呢個係同外在經歷或者資訊建立關聯嘅時候，當資訊進入我哋之後，我哋即刻會有反應。有邊一啲內容係我欣然接受嘅，有邊啲我抱有保留，有邊啲我覺得抗拒。
每一個人嘅感覺都係獨特嘅，而大家嘅感覺亦都係真實嘅。我哋首先要意識到呢種感覺嘅出現。喺靈性學習嘅課程，我哋要帶住意識去察覺呢啲外在嘅內容勾起我內在嘅反應。我要察覺佢勾起嘅係我正面定係反面嘅反應。有呢一種嘅覺察，我哋先至懂得帶住覺醒同呢啲內容去互動。第三個學習過程係破壞。食物經過暖化之後，第三個過程就會進入消化道。呢個身體裡面係一個無意識嘅過程嚟。事實上，我哋喺度做嘅係一個破壞嘅過程。我哋將啲食物拆散、細碎化。拆散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選擇有咩係我要嘅，有咩係我唔要嘅。喺華人長大嘅文化入面，我哋喺經歷呢一個過程係特別陌生㗎，因為我哋總係被指示將老師所有教嘅內容全部都吞晒入去。到咗成人嘅狀態，我哋唔能夠再被填鴨式教育咁樣，任由其他人將我哋嘅腦袋塞滿佢哋強行俾我哋嘅知識。我哋需要有意識咁樣去接收嗰啲內容，拆散佢，帶住意識去選擇有咩係我需要嘅。每一個靈魂嘅成長狀態咧都唔一樣嘅。就算我哋食咗同一樣嘅內容入去個肚度，我哋都會根據我哋嘅狀態去決定我哋需要啲乜嘢。對於其他人嚟講，話係重要嘅內容，對於你嚟講唔一定重要嘅。就好似我哋懷孕嘅時候，身體自然就會吸收多啲，或者吸收一啲平時唔會吸收嘅嘢。呢一個過程，我哋喺學習過程就會需要有意識咁樣去做。如果你嘅靈魂成長過程入面，你仲未去到需要嗰啲內容嘅狀態，咁你就要將嗰啲知識先放手，讓佢離開，你專注去消化呢一刻你需要嘅知識。例如，一個前世係活於森林嘅靈魂，佢對於點樣讓小朋友同大自然連結呢啲內容已經唔感興趣啦。佢本來就已經知道。如果你嘅靈魂之前一直都係住響城市，咁呢部分嘅內容對於你嚟講又特別重要喎。所以唔需要為彼此靈魂學習嘅進度唔一樣而覺得尷尬，從來都冇高低之分，只係大家嘅經歷唔一樣。最重要嘅係理解自己呢個發展階段需要學啲乜嘢。第四個學習過程係轉化。當我哋將食物拆散，我哋就可以排走唔需要嘅嘢，我哋就可以將需要嘅食物嗰部分嘅元素轉化成為我能夠吸收嘅狀態。就算我哋身體需要鐵質，我哋並唔能夠將一嚿鐵食落我哋身體入面就有鐵質。其實當中經過轉化嘅過程，而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過程。喺學習上面，呢個係一個 individualize 嘅過程。我哋可以叫呢一個過程做自我個體化。喺我哋嘅體內已經唔再係嗰個食物原本嘅樣嚟啦。佢經過我哋內在消化系統嘅努力之後，轉化成為新嘅嘢。喺學習過程，我哋可以理解為消化之後生出嚟一啲新嘅概念。我哋嘅肚屙嘅時候咧，就係將啲食物咧經過咗我哋嘅消化系統，但係冇被消化到，我哋亦都冇生出我哋自己新嘅嘢，食物就原件咁樣排翻出嚟。我哋知道我哋食咗啲乜嘢，但係我哋嘅身體咧就冇得到過養分。喺學習上面，其實我哋成日都出現肚屙嘅狀態嘅。例如我哋學咗關於輪迴同業力嘅嘢。當大家提出關於呢個題目嘅問題嘅時候，我哋好似冇辦法給出回應，就只能夠叫佢你去睇呢本書啦，好值得睇㗎。咁既然嗰堂課係咁值得上嘅話，咁到底嗰堂課入面嘅內容轉化咗成為乜嘢嘅新嘅生活概念、新取態、新行為呢？如果冇嘅話，
咁嗰堂課咪白上咯。學習就係轉化自己嘅一個過程，係一個刺激我哋內在動力，讓自己優化嘅力量。喺學習嘅呢個第4個過程入面，我哋需要從外面吸收你嘅知識同埋經驗入面，產生一種改變而家生活嘅模式嘅一種決心。喺我哋嘅學習小組入面，Facilitator 會建議大家經過呢個消化過程之後，諗出一個從今日開始嘅小改變，想像我哋將會有啲乜嘢嘅變化。第4個過程係一個重要嘅消化過程。如果我哋跳過咗呢一個自我個體化嘅過程，任由嗰啲未消化嘅經歷同埋知識留喺身體入面，可能就會出現思想固化或者有強迫性行為嘅情況出現。而家嘅社會咧，好多人都處於緊張嘅狀態，其中嘅原因就係呢個第4個消化過程冇徹底做好。未消化嘅經歷同埋知識塞住咗喺身體某個地方。第5個學習過程係維持。食物消化之後咧，第5個過程係要達到維持狀態。喺生命歷程咧，呢一個係一個夜晚發生嘅過程嚟㗎。我哋將日頭損耗咗嘅部分喺夜晚透過一個神秘嘅過程，讓我哋重新得到力量。我哋嘅意識並冇參與呢一個維持嘅過程嘅，但係如果我哋深入去睇咧，其實呢個過程係需要意志力去參與，努力不斷咁樣灌溉嘅力量。如果我哋喺第4個過程，我哋用決心生出咗一個我想改變自己嘅希望，呢一種嘅希望就好似植物嘅樹苗咁樣。喺呢個第5個階段，我哋需要積極咁樣灌溉，積極咁樣維護。我哋需要堅持咁樣練習。如果舊嘅習慣又靜雞雞走出嚟咧，我哋要繼續有意識咁樣將啲舊嘅習慣推返走，繼續練習新嘅習慣。呢一個小改變先至能夠成為穩固嘅，植根喺我哋內在嘅新轉變。喺日月嘅更替當中，堅持以呢個新嘅價值觀化為行動，展現喺我哋嘅生活入面。喺堅持呢個轉變嘅時候，當你覺得攰啦，我哋就好似夜晚瞓覺一樣咁樣，繼續為自己灌溉，第2日又可以繼續努力去實行。之前4個消化過程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完成，由呢一個過程開始，接下嚟嘅3個過程咧，就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去內化啦。如果以成人主流學習嘅概念嚟講咧，呢個就好似學徒嘅過程，透過重複又重複嘅練習，讓自己掌握一個新嘅技能。第6個學習過程係生長。喺身體上面，成年人就唔再需要長高或者長大，但係我哋透過細胞嘅更替，我哋以7年一個週期去更新我哋自己。喺細胞老化死去同埋生出新嘅細胞嘅過程入面，7年之後，全身上下就係一個新嘅我啦。所以成年人其實都涉及新生嘅過程，而呢個係一個複雜嘅過程。並唔係我哋喺第4階段所決定一個單一嘅改變可以達到呢一個程度嘅成長。呢一個讓自己更替嘅成長，需要時間同埋整合好多其他嘅練習，讓自己踏入內在成長嘅新階段。第7個學習過程係複製，複製出一個新嘅我嘅生長力量。呢一個係一個更加複雜嘅過程，我哋並唔係將一個一個細胞砌埋一齊就有一個新嘅生命㗎。呢個係之前6個過程嘅一個整合。如果我哋用內在嘅小宇宙去理解咧，呢個係生出一種新能力嘅結果。好似 Rudolf Steiner 嘅練習入面提到，我哋可以生出一個新嘅器官。如果以大宇宙嘅理解咧，呢個係一個無私嘅吸出嘅過程。我哋可以將我哋已經學到嘅能力，透過複製嘅過程，成就其他人都踏上呢一條路。嗰個其他人可以係你嘅小朋友啦，你嘅另一半啦，你身邊嘅人。
例如，當你成為一個學習小組嘅 facilitator 嘅時候，呢個就係複製出更加多內在成長嘅自己嘅時候啦。咁我嘅學習小組又係點樣嘅咧？喺我嘅 parenting circle 或者係靈性學習小組入面，我哋會將小組見面嘅時間就專注喺第1到第4個消化過程，留待第5到第7個消化過程喺生活上面慢慢生出嚟。最重要係跨過咗第4個消化過程，將外來嘅經歷同埋內容內化，與自己結合，納入成為自己嘅一部分。呢一部分香港人需要特別多嘅時間去適應。以往喺考試嘅經歷入面，我哋都唔需要經歷呢個第4個階段。大部分時間我哋只需要能夠將背誦嘅內容寫返出嚟就可以啦。或者其實老師都唔係好想見到我哋個體化，因為咁樣改卷就會好難。而家當我哋脫離咗學校，呢一個個體化嘅過程就會變得更加重要。喺學習入面，我哋要記住唔好失去我哋自己，反而要更加滋養自己內在嘅成長。喺呢個時代，呢一個學習嘅方式係非常重要嘅。歡迎你聯絡我，我嘅 email 係 inner.development@outlook.com。